议长苏贞昌一透早7点外就来到位于三明溪流域的中华艺术科技大学，了解抽排水的相关设施，同时验收多年来治水的成果。会中听出水利署长甲台南市水利局长的简报，这立委嘛拢到场关心，持续争取该区域用于饮水的种地。宋议长会中相当感慨，因为过去千载有算被批评是白条仔卡。不过现在证明是做对的代志，嘛有效解决水患。2年前，它的雨量不过300多，这一次的雨量到700多，近800，但2年前淹水到裤腰，这一次没有淹水，所以这就是蔡总统上任以来立刻变前瞻预算。我们经济部水利署这一段期间有效运作，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立法委员。会中市长吴伟霆嘛肯定千载有算到底三明溪种地已经发挥效果，呼吁中央支持后续64亿的治水预算。我们这次有淹到的部分，我们都会把它特别的标注起来特别要做改善，希望一次比一次，像这次我们大概淹了几公顷大概在不到1000啦，大概在800左右。800公顷，我们希望说未来同样的雨量标准，我们会淹得更少，而且会疏导得更好。虽然这几年来，台南各项治水甲应急工程陆续出现成效，不过内水的种地依然有89.7公顷的饮水区域，有待中央甲地方合作，彻底解决民众饮水恶梦。台新闻顾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。